住在圣殿中，住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主你的生日，我们平安的在你殿中敬拜你。不论我们的弟兄在哪里，或是来看直播的，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用主教导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行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求主继续恩待你的子民，让我们在你的殿中静下心，与你同在，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我们一起来唱洁净主，我们一起来唱3遍。圣洁主，至圣洁主。
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会众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念起应文，诗篇第150篇1至6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烈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将他极美的大能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琴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声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一起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门。接下来公祷，让我们一起为中南美洲国家古巴祷告，为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教会祷告，佩恩堂侯协明牧师为教会充足奉献，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也为台湾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受到更美好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造就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警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接下来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品纯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弟兄姐妹们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至31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起来。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悦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就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膀。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也是同样记载于新约圣经启示录是第1章4到8节。启示录第1章4到8节，第4节起，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于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由我攻读《使徒行传》5章27到23节。《使徒行传》5章27到23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福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以上是上帝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你们将如何待耶稣？
谢谢诗班的歌声，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接下来我们请本堂蔡伟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与圣灵同见证。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我相信现在线上也有人在直播当中来聚会做礼拜。那当然，我相信大家对现在已经开始疫情有点严重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担忧跟忧虑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在上帝的恩典的保守当中，当然我们不是凭着这个虚妄的信心不是，我们是仍然凭着信心，真实的信心。那即使我们是在家里做礼拜，我们也感谢上帝，我们也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在圣殿当中敬拜，更重要的是在心里面的圣殿要来敬拜上帝。即使我们在圣殿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在心里面敬拜的话，也许我们就不是真正在圣殿的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圣殿里，我们在心里也有圣殿在敬拜；在家里面，我们也在心里的圣殿当中敬拜。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不论是在家里面，或是在我们的现场当中的敬拜，我们都同心合意的来侍奉，同心合意来敬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一样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那千万请大家不要介意各位知道这个大学生住在宿舍里面，住在这个不管是自己租的或者学校的宿舍里面，有时候这个如果食物没有处理好，或者是一些东西没有弄好的时候，很容易生这个蟑螂会出来。然后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去药房买蟑螂药，要去跟这个药房的这个老板讲说，老板我要买蟑螂药，我家里蟑螂太多了。然后他就把蟑螂药放在这个家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药非常有效，一下子很多蟑螂全部死光了，太好了。可是过没有多久，为什么蟑螂越来越多了？好像这个药好像失效了。然后他就去药房去问这个药房的老板说，老板，你卖给我这个蟑螂药好像没有效了，怎么会一直蟑螂越来越多呢？结果这个老板呢非常有智慧的跟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年轻人，如果你失踪的话，你的家人会不会出来找你呢？如果你失踪的话，你家人会不会出来找你所以为什么蟑螂会越来越多？你的家人，他的家人都出来找他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笑话，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失丧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原本是属上帝家里的人，但是他们失去了，或是他们远离了上帝，或者他们迷失了方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把他们找回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透过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把一些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重新的再把他们带回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有很多人也渴望听到福音，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聪明，能够来传福音，为主来做见证。好，我们一起举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戴十字架的装饰，像我现在身上挂着这个十字架的项链。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戴十字架的耳环，或者是十字架的戒指。那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美丽，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号，让我们可以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跟纪念。但是事实上，在2000年前，十字架并不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十字架在2000年前，它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过去只有政治犯，过去只有那些被罗马帝国判为死刑的人，他们才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原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变成荣耀的记号；原本是一个人看为是不好的，结果在基督的里面却转变成为一个美丽跟可爱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羞辱、过去的伤害、过去的这些的失望，或者是过去的这些的愁苦，在基督里就全然变成了荣耀。因为十字架原本也是羞辱的记号，然而在基督里，它就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记号。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透过十字架一个羞辱的记号，转变成为荣耀的记号，因为耶稣基督而改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或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讲自己的一些失败经验，或是讲自己的一些的羞辱的经验，或是讲自己的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的失败或是惭愧的经验。在基督里面，也许我们过去的这些的失败，或是我们的这些的羞辱，或是过去我们的这些的好像不堪入目的东西，然而在基督的里面，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要转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在还没有认识师母以前，我在工厂里面工作，我曾经追过一个女孩子。放心，我已经跟师母打过招呼了哈。我曾经追过一个女孩子，然后后来失败了。其实那时候为了这样的缘故，我就把头发剃掉，觉得这个是一个羞辱。但是后来我的同事在我的身边的时候，看到我非常的沮丧，他居然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你不是应该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人吗？”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居然可以用姐妹，或许看起来在人的眼中看是羞辱的记号，然而在上帝的里面却变成荣耀的记号。现在想一想，如果当时成功的话，就没有现在的那一位了哈。所以能够有现在这一位，是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在那个时候经历失败。所以不要怕失败，不要觉得说过去的失败经验或是过去的伤害，好像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的后遗症或困难。有时候上帝透过我们的一些的失败，转成一个荣耀的记号。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看见羞辱是变成荣耀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跟另外一卷书是连在一起的。各位如果有机会看《路加福音》，我们今年是路加年，《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也是路加。那他可以说是《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后传，然后《路加福音》可以是《使徒行传》的前传，所以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可以串在一起来看的。这个路加医生他为什么要写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为的是要让当时的罗马官员，或者是让当时的这些罗马人，或是让这些的外邦还没有信上帝的人，他们知道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路加透过他自己是一个希腊人，他自己是一个这个外邦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透过他的笔法，透过他所记述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所行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写成了使徒行传，也把过去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事情写成了路加福音。所以透过路加福音，透过使徒行传，让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人，他们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使徒保罗他的随身医生这个路加，在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他贡献了2本很重要的书信，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保罗在他的布道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有医生的帮助。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说保罗好像是一个很勇敢的使徒，跑1000万里然后去传福音。事实上，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康的，据说他可能有一些癫痫的状况，所以他需要在路上有医生来帮助他。所以路加就是这个保罗的随身的这个医生。然而，使徒行传里面除了保罗以外，在12章以前，使徒行传12章以前有2个很重要的使徒，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约翰。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徒，但是他们的名字很多没有在这个记录的里面，很多都是这2位彼得、约翰，还有刚刚提到的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比较多出现他们的名字。当然不是说其他的人不重要，而是这些人他们跟保罗、跟彼得、跟约翰一样，他们都一起来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服事当中，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名字是给别人传出去的这个是某一个事工，是某一个人在主导的。但是事实上，
这些无名的这些的使徒，或者是这些无名的门徒，或是这些无名的基督徒，他们也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有时候在服事上不一定是被人看到的，也许不一定是有名的，也许不一定是让人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都跟这些的有名的人，跟这些的使徒，跟这些的服事上帝的人一同来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侍奉跟服事，不管有没有名，我们做的是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做在自己的身上来荣耀自己。所以愿上帝帮上帝。所以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一群基督徒，这一群使徒，他们虽然有的有名字，有的可能不一定有很大的名声，但是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是让许多人透过他们来认识耶稣。所以12节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圣经里面第5章12节的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这些使徒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他们带领弟兄姐妹，带领这些的他们的同胞，带领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他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看一下1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使徒，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在那里带领这些当时的这些的人来敬拜上帝。各位知道所罗门的廊下，各位如果看这个图哈，这个是圣殿的复原图。在所罗门的廊下，各位如果从正门进去的话，可以看到它是在左边的地方。虽然它是在圣殿的右边，但是从正门进去，它是在左边的地方。各位知道左边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卑微或是比较卑贱的一个位置，所以通常在所罗门的廊下，就是左边的这个地方啊，各位这样正面看你的这个左手边的地方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给外邦人，或是给妇女，或者是给社会地位比较低微的人在那里敬拜用的。好，所以各位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去翻人家的桌子，有没有？去赶过人家的羊群，去弄走人家的这个翻人家的这个桌子的那个地方，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所罗门的廊下，它是给外邦人来敬拜上帝用的，因为外邦人是不配到上帝的殿中的。那右边是给犹太人的成年人，他们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以前的圣殿里面是很平等的，以前的圣殿里面是有分不同族群的。如果你是非犹太人，那么你可能就是要在左边的所罗门的廊下，在那里敬拜。但是如果你是这个犹太人，你可能可以进到圣殿里，或甚至是在这个右边的地方，表示是一个尊贵的象征。所以对他们当时来说，信仰是有区别的，是有分别的。某些人是可以跟上帝亲近的，某些人是比较跟上帝远离的。而这些人，他们过去这些掌握权力的、掌握宗教权力的，就是这些的大祭司。各位可以看到，大祭司他们当在这个圣殿当中，他们看到这些使徒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心里面有这些的这个坏东西在里面。我们来看一下17节的地方，17、18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7、18节，一起念来。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使徒他们在所罗门的廊下，他们对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对社会低微的人传福音，他们对这些人所看不起的人传福音，他们在那里带领人敬拜上帝。很多人都到那里来听他们讲道，很多人都在那里得恢复医治，很多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没有人要到圣殿里面去听这些祭司，没有人要到圣殿里面去接受这个圣殿祭司的祝福，没有人要去受这些官方祭司的这样的指导，没有人了。所以这些的大祭司和他的一切的同人，这里说撒都该人这一批的人，他们本来是掌握圣殿权力的这一批人，突然间他们觉得没人理他们了，所以他们叫做满心的记恨。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记恨的缘故，以至于我们让很多人受到委屈。很多人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记恨的缘故，会因为
这个嫉妒别人的缘故，以至于让事工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各位，其实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自古就有，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因为嫉妒的关系，因为记恨的关系，扫罗要拿枪来刺大卫；因为记恨的关系，所以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因为记恨的关系，所以这些使徒们要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记恨让人产生了隔离，记恨让人产生了愤恨跟憎恨，记恨让人产生了对立，以至于这一些的祭司他们不能够接受使徒们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当时所传递的信息。然而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各位如果继续在第5章的前半段可以看到，上帝透过天使把这些的使徒们全部都放出来，而且领他们出来。19节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这些的基督徒他们领出来之后，他们并不是好像因此就逃跑了或是躲起来。各位，如果各位知道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跟这些的基督徒，其实他们叫做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撒都该人、文士，或是这些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然而这些人他们掌握圣殿的权力，但是这些的使徒或是这些的小民，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他们看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所以这些的使徒他们勇敢的来传福音，虽然没有学问，虽然他们的学问很低，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很低，但是他们敢在众人的面前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放出来之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25节，我们来念一下25节，一起来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被放出来之后，被天使放出来之后，他们不是躲起来。以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群人是躲起来的。然而当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他们得到圣灵的充满之后，这些人不再躲起来，他们公开的在圣殿里面，在圣殿的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在那里来为主做见证，以至于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撒都该人，他们相当的记恨。他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的成就的时候，心里面有相当多的不舒服在他们的心里面。我们来看一下27节，今天的经文里面，他们就被带到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7节，一起念一下27节，一起念来。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来问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公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议会，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织在那个地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这个维基百科里面抽出来的。犹太的公会或是犹太的议会，议会这个词意思是坐在一起的意思，意思就是这些人是坐在一起来审断或是审判事情的。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箴言里面31章里面提到说，这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丈夫是坐在城门口，在那里跟众人见面的。这些人坐在城门口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是在当时叫做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或是议会里面比较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叫做坐在一起的人。这些人他们总共有72位，他们叫做70议士，就是70个人，他们是负责这个议会的。所以他们可以负责审判人的过错，或者是对错的问题，或是审判人的生死。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人。这些人他们在公会的里面，对这些的使徒，这些使徒也许不过10几个人而已。这些人他们要送到公会里面，受这70个人的审断。当他们被审断的时候，这些的祭司他们对这些使徒讲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28节，我们来看一下28节，他们说了什么样的话。28节一起念来。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祭司、这些的撒都该人，他们当时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而当这些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传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却不希望他们把这个事情传开来，好像让耶稣的血
这样的罪留在他们的身上。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恪守十诫，恪守圣经的教导，所以不可杀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是透过罗马人去杀掉耶稣。但是当他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当使徒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祭司们感到压力，似乎所有的人把耶稣的死怪罪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些的使徒，这些的祭司，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给这些的使徒极大的压力，给他们极大的压力，命令他们不准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有血统，我们可能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我们很会读书，很有学历，我们很有学位，我们的这个学识很好，或是我们的能力很好，我们也许圣经懂得很多，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上帝？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很多人以为说圣经读了很多，我的知识很多、很丰富、很渊博，或是我去神学院学了很多的知识跟才能，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信？所以约翰·弗莱维尔这个牧师他说，只要亚伯拉罕的信不在你的心里跳动，就算亚伯拉罕的血在你的身体里面流动，也毫无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都流着亚伯拉罕的血，但是很多人并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曾经说，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应该会信我。即使有亚伯拉罕的血，但是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仍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是学历很高，我们能力很好，或是学位很高，或是读圣经读得很透，但是如果没有信，我们仍然不是在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路径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有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的信使我们即使没有这个血缘，没有这个血统，我们仍然能够与上帝有美好的连结。但是有血统的人，有这些亚伯拉罕血裔的人，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血脉，而是因着你的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来看一下29节的地方，彼得跟这些众人怎么样来回应这些的祭司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逼问。我们来看一下29节，一起念一下29节，一起念来。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不是说这些使徒说不要去顺从人，不是，而是顺从上帝跟顺从人哪一样相较之下是更加重要的。如果台语圣经里面的话，他是说顺从上帝赢过顺从人，这是合宜的。意思就是这才是一个对的事情。也许人的教训很重要，人的教导很重要，但是上帝的顺从上帝是更重要的，顺从正确的、顺从对的事情是更重要的。你的信仰让你做一个坚持是更重要的，你的信仰让你不至于倾倒，或是不至于去偏离，这是更重要的。你能不能够顺从上帝，而不是顺从人的意思？即使在面对那个很大的逼迫或压迫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真心的来顺从上帝的话，或是顺从对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或许我们在台湾是很安全的，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是会遭受逼迫的，有很多的地方在信仰上会遭到逼迫，或是你做对的事情，你有可能也会遭到逼迫。一个很有名的指挥家，那各位知道，要当一个指挥家其实不容易。我们当中有学音乐的人应该知道，要当一个指挥家不容易。这个指挥家叫做小泽，可能各位有听过这个人。这个小泽这个指挥家，当他要晋升成为国际指挥家的时候，他们其实要经过一些考试，他们会经过一些考试测验。然后当这些的10个考官在这个指挥家这个小泽这个指挥家的前面的时候，这些考官给这个指挥家一份谱，请他在那个当场去做指挥。你知道，当这个指挥家当他在指挥的时候，他在某一个段落里面，他察觉这一份谱是有问题的，这一份谱是不对的，他就跟这个10个考官说：对不起，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我不能够指挥这个部分。这10个考官都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是指挥下去，这谱是对的，我们公认这个谱都是对的，你一定要指挥下去。
这个小泽这个指挥家，他一直愣在那个地方。他说，在我的学养里面，我的涵养里面，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谱，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指挥。这10个人，他们陆续的、持续不断的指责他说：“你应该要继续下去，这个谱是经过我们10个人的认证的，是可以的，你应该要这样继续的指挥下去，要不然你就会没有分数了。”结果这个小泽这个指挥家，他站在那里说：“我要为我的学士来做一个公正的判断，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以我看这个谱，这里是错的。”后来这10个人交头接耳之后，他们一致起立站起来，给这个指挥家做一个拍手跟鼓励。他说：“这就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也是对你的一个试验。当你如果在众人当中的压迫之下、逼迫之下，你如果不能够坚持做对的谱，或是唱出对的谱的时候，那表示你可能会因为这些的缘故，你不能够做一些坚持，也许你会做一些的。”就是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小泽的决定是对的，所以他们也接纳这个指挥家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指挥的群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些的逼迫、一些的患难，反而是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或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彼得和众使徒说：“顺从人，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很多时候我们是顺从了人，但是不顺从上帝。很多时候我们顺从人的时候遇到逼迫，所以我们就不敢去顺从了上帝，以至于我们顺从人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信仰上面做对的坚持。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即使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是神看见的，并且他心里面是敬畏上帝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正直的意思就是，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仍然在做对的事情；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仍然坚持做对的事情。孔子曾经讲过有一个词叫做慎独，不晓得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谨慎的慎，单独的独。慎独的意思就是，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去做对的事情？当你骑车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左右都没有来车，甚至晚上的时候，红绿灯左右都没有来车，但是你是红灯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冲过去？还是你能够留在那里等到绿灯才过去？这是正直。你是不是能够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坚持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的使徒，他们见证几个事情。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见证复活的耶稣。我们来念一下30节，一起念一下30节，一起念来。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们他们要见证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他说，你们挂在十字架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这些的使徒他们见证第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耶稣。很多人都希望耶稣不要复活，很多人都希望耶稣复活的事情是假的，但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坚持说，我们看到了，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复活的基督，因为上帝已经让基督复活了，让耶稣复活了。这一件的事情让他们产生一个极大的见证，就是复活的耶稣使我们这些信的人有盼望，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为主来做见证，为上帝来做见证。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的。第二个跟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3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31节，一起念来。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第二个见证跟第三个见证就是，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君王跟救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认识的弥赛亚。所以这些的基督徒他们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君王，是救主。然后第三个见证就是耶稣带来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也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使徒的3个见证很重要的见证，第一个就是复活的耶稣，第二个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让赦罪的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
来赐给以色列人。这3个重要的见证，这是使徒们他们在众人面前的见证。所以永远给人有盼望，并且给人有一条接触主的路。这些的宗教祭司，这些的掌握一切权力的这些祭司，他们掌握着这些信仰的路，但是却不让人进去。然而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使徒，透过当时的基督徒，给人开了一条路，就是信仰的路，让人透过耶稣基督能够与上帝做美好的连结。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永远给人有机会，永远给人开一条路，让人可以来认识上帝，让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与上帝做美好的连结。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给人设定很多的关卡，给人设定很多的条件，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信耶稣好难啊，信耶稣好像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在10年前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我们在嘉义的时候，曾经有另外一个布道所在蓝潭那个地方。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嘉义玩的话，在嘉义那边本来有一个布道所在蓝潭，在蓝潭的布道所，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这个传道在那里牧会，来带领那边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不能说他不对，他是很认真的一个传道，但是他在教导上面让很多人会望之却步，就是他曾经让一个弟兄很害怕。这个弟兄他问这个传道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个传道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上完108课的课程，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才能够受洗。”你知道那个弟兄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他说：“我怎么样上完这108课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太难了。他觉得他时间上还有他能够来做礼拜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我没有上完108课，我不能够来受洗吗？”后来当这个传道回他的国家的时候，他是马来西亚籍，他回他的国家的时候，换我去那边接任他的工作。这个弟兄他就来问我，他说：“牧师，我们的传道说要上完108课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你认为呢？”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亲爱的弟兄，其实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功课，只有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你愿意相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你愿意认识耶稣，你就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后来他听了相当的兴奋，他说：“原来信耶稣这么简单，当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要给人有接触神的机会，不是把那个路给掐死了，不是把那个路给扎起来，好像让人不能够亲近上帝。永远给人有盼望，永远给人有接触主的路。我们来看一下32节，这些使徒他们不但自己做见证，他们也有圣灵跟他们一起做见证。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2节，一起念来。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使徒做见证，连圣灵也做见证。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有2、3个人做见证，那这个事情就是成真的。所以意思就是，当你有人做见证，不是只有1个，而且有2个或甚至3个人的话，那么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可以成立的一个见证。所以使徒们说，不但是我们做见证，而且有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我们来念一下圣灵的见证跟人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5章26、27节，一起念来。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你们要做见证。”但是还有一位做见证是谁？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说：“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不单是你为耶稣做见证，还有谁做见证？知道吗？圣灵做见证。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只有你在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也要为你的见证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信上帝的人里面有上帝儿女的生命，所以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相信我们里面有神的儿女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4章15节，他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愿意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就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罗马书，更直接的讲，罗马书8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8章14节，一起念来。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被圣灵来引导，那么你就是上帝的儿子；你被圣灵来引导，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被圣灵来引导，那你就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这个5章1节，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神儿子的生命，就应当效法神的样式，应当有神儿子的样式显在他的里面。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信上帝的人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有神儿女的身份，而且有这样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这个15章7节，我们来读一下15章7节，一起念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我们若常在他的里面，他就常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所祈求的，他说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恩赐来帮助人，来服侍人，来荣耀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你的恩赐很小，或者是你的能力不够，所以你不能够来服侍。我们的很小的能力，我们很小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也能够为上帝做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服侍跟侍奉，我们都能够使人得益处得帮助。所以我们的祈祷、言语、行为和侍奉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也都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不要小看你的言语，不要小看你的行为。你的一个祷告、你的言语跟行为，对人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刚去到教会里面，那时候是国中的时候，我曾经找一些时间到教会里面去。这个时间本来是7点半要聚会，后来我就提早一点，7点钟我就跑到教会里面去，我要去看看教会里面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时候7点钟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晚上7点，那时候我的那些辅导，我的以前的辅导，他们在跪在，就像我们这个圣堂这边，他们跪在圣殿的前面，然后拿一块黑板，上面写所有的孩子的名字。我那时候是偷偷蹑手蹑脚的在这个礼拜堂的后面，在看着他们在做什么。然后这些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他们为每一个孩子，在上面的黑板上面的每一个孩子为他们提名祷告。那时候我在那里停了很久的时间，我看着他们一直在祷告，为每一个孩子，而且为他们流泪祷告。其实我心里面很受扎心跟感动。当他们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说这些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们跟我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跟关系，但是他们愿意为我祷告，他们跪在那个地方为我流泪祷告。所以后来我能够有坚持信仰，也是因着这一些的辅导们，他们在那里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心里面受到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祈祷、我们的言语跟行为都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千万不要觉得我不过就是祷告，你的祷告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第三个，信上帝的人有圣灵彼此来做见证，你做见证，圣灵也为你做见证。所以圣灵要彰显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圣父跟圣子。当你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也要来为你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也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会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来教导我们，他的教导也都是真实的，并没有传递的福音来做见证。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最后的地方，我们见证圣灵启示的见证，证明圣灵启示的见证，圣灵也证明我们所说的见证。所以圣灵跟我们彼此来做见证，
我们所说的是真的，圣灵为我们做见证，我们也见证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不单是你做见证，是圣灵也与我们一同做见证。圣灵工作在我们当中，让人可以得益处、得帮助。最后，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这也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他的一个美好跟真实的见证。2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本来要去做一个手术，一个心脏的手术。那他上完这个松柏团契的时候，本来要离开了，我就在门口的地方跟这个弟兄讲说，某某弟兄，我相信这个上帝会帮助你哈，因为他隔天要去做检查，他做心脏的检查，然后我就跟他随口讲说，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让你可以很顺利，甚至可以不用手术就可以能够得到医治。其实你知道，有时候牧师随口讲讲而已，真的只是希望可以祝福他而已。结果后来这个弟兄他隔天真的去医院做完检查的时候，回来告诉我，他说：“牧师，我不用手术了，我可以不用手术就可以吃药就可以来恢复我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随口讲一讲而已，可是上帝是认真的，千万不要觉得对我来说，也许我不太认真，也许我可能只是随口讲讲，但是要记得上帝是认真的，上帝是会工作的。当你愿意这样为别人祷告祝福的时候，上帝会透过你的祷告来祝福许多的人。也许你说我只是祷告，但是上帝透过你的祷告，他要做真实的事情。这个弟兄他说，我不用再手术，因为我相信上帝已经医治我了，而且医生的检查也是他不用再去手术跟开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真实的，也许我们不一定很那么真实，但是上帝是真实的，他很认真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是认真的上帝，我们做见证，他也为我们所说的来做见证。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认真的上帝，让我们能够相信你，你是认真的。我们所说的，也许我们不一定是那么认真，但是主你是认真的，你看顾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为我们每一句话来做见证。谢谢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为你来做见证，使我们所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彼此的见证当中，我们为圣灵为神做见证，圣灵也为我们所说的做见证。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你也刚强我们，透过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即使在逼迫，即使在人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勇敢的能够正直的说应当说的，做应当做的。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证道，我们一起来京剧背诵，我们一起来背诵2次。使徒行传5章32节，请。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5章32节，再一次，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5章32节，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一起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心灵粮食选第145首《耶稣之名至宝》，我们一起唱全首。Amen.
们请诗宪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来过生活，做出神认定对的事、正确的事，走在主你的真道上，做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现在我们献上一点微薄的金钱，将你所赐下的再献给你，求主悦纳。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向主献成歌。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吗？你好，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来欢迎这位弟兄。成为神国的子民，迎着耶稣的接近，迎着耶稣入光明，迎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迎着耶稣同丰盛的产业。谢谢大家，请坐。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复活期第2主日，欢迎实体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现在依然教会是依着卫福部2级的防疫标准哦，除了有固定的聚会人数
还有严格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创造良好的崇拜环境。那诗班还是要麻烦继续的戴着口罩练习，这非常辛苦，常常会咬到自己的口罩。下周主日5月1号为5月份的第一主日，教会圣餐暂停一次。主日后12点30分在5楼餐厅将扩大召开同工会，请同工执事、各小组组长及同工。成人主日学校长、儿组校长、诗班班长，请留步参加。麻烦大家相互注意提醒这件事情。今年的母亲节5月8号，教会将举办庆祝活动，欢迎弟兄姐妹邀请自己的母亲参加聚会。教会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了，欢迎弟兄姐妹选课，并为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顺利进行祷告。教会制服艺人学院已经正式开课了，也请弟兄姐妹为制服学院能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朋友及活动的顺利祷告。再来是教会每周3晚上7点到9点有卫斯理传奇的课程，总共8堂，请为学员学习祷告。卫理神学院的最新学期有这个神学导论课程，欢迎关心神学教育及本堂延伸的神学教育祷告。第9点是教会2022年的哀读经计划，请大家依照这个研经释义的进度来阅读，也互相代祷。那希望我们大家的这个灵修生命持续增长。那请继续为升大学的及高中的考生祷告。大学的有正优、有瑞恒、有博仁。那升高中的是寻生，请大家为青年祷告。那再来是请为本堂的新聘干事祷告，求神预备适合的人选来接任干事一职。有意者请这个将履历准备交给这个办公室，再约这个面谈时间。再来是光研小组有以季下寄款的 T 恤，欢迎大家认购，1件400块。希望大家能够支持青年的事工踊跃购买，因为在这个疫情的这个严峻的这个情况之下，光研小组还能够有非常大的这个动能。那欢迎大家用这个衣服支持，也可以用这个行动支持，继续参加，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活动都非常有趣。好，那以上是也为我们再来为这个肢体消息祷告哈，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持续代祷，也我们吴燕英4月27号回美国的这个路程哈，一路平安祷告。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补充。弟兄姐妹，我们虽然那个牧师跟师母，我们已经到6月份，我们来荣光堂已经要满3年了啊。那但是有2年的当中，我们其实觉得蛮辛苦的，就是我们都在疫情的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经过疫情的时候，那所以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了哈，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要就是注意几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也有直播跟实体的聚会，所以假设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身体不适，或者是你有一些担心跟害怕，其实无妨的，就是我们可以留在家里面来看直播。那或者是你如果觉得家里面有小朋友，特别现在小朋友比较没有办法打疫苗，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也比较不方便，或是年长者也都可以留在家里面看直播哈，不一定要就是勉强来。那当然如果你要来的话，也请注意就是防疫的部分，那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也要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照顾到别人的需要，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自己的健康，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健康来关心。那我们下一周的这个主日后的扩大同工会是期待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些对教会有好的建议或是意见，也能够跟教会这边有一些的反应，或者是教会这边有一些的指导或是交通，会跟我们的各个同工做一些的交通。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的建议跟意见，都欢迎跟你的小组长或是跟执事同工来建议。
那我们可以在开会的当中跟这个开会的沟通的当中，我们会做彼此的一些协调跟配搭。那也希望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都凭着爱心，然后来对教会有一些好的建议跟一些的想法。那我相信我们的教会能够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脑力激荡，或者是各样的建议，我们能够更加的更好，更往前走。那我们礼拜三的卫斯理传奇，我们也有用直播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的学员或者是弟兄姐妹，你想要旁听，但是又不方便来的话，我们还是有直播的方法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来上课，所以弟兄姐妹也可以看直播，或者是来现场也可以。那我们都会保持一个良好的距离在这个当中。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新聘干事因为我们已经有公告了3个礼拜以上了。那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那个履历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还没有收到。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合适的人选，也请就是邀请他们邀请弟兄姐妹，或是你自己你也愿意写这个履历表的话，那请送到办公室来，那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来做约谈。那我们也可能会对外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招募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有合适的同工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同工，能够来帮助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社青他们这次他们用这个 T 恤来做他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服装他们自己的团服，那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认购。那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关心我们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还有他们在聚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各样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参与跟关心，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踊跃的来协助跟帮助这些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活动当中能够办得更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请弟兄姐妹也真的要保持我们的这个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因为以后也可能真的就会有染疫的情况，或是我们当中也会有弟兄姐妹可能必须要在家里面隔离，或者是要等待恢复之后才能够回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歧视，或者是任何说像你这个曾经隔离过，或者是你要被隔离了，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歧视所以请弟兄姐妹放心，就是如果你曾经感染过，然后你已经好了，我们也欢迎你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会。那假设你被隔离，也不用觉得好像羞愧，或是觉得好像对不起大家，也不用就是我们彼此代祷，然后等到恢复之后，那我们就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会。那我们也不歧视，或是不去看别人说他是染疫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并不是这样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相爱当中，彼此扶持的里面，也让弟兄姐妹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来聚会。愿上帝帮助我们。谢谢。谢谢牧师。那防疫非常重要，我们连冷气机都安静下来注意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请起立唱3-1颂。普天之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你的恩典赏赐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远离这些疫情的影响，以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来敬拜。愿你也在我们当中来得着当得的敬拜。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勇敢的为你传福音做见证，即使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仍然大胆的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作电乐。在电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